我哋一齊謝幕。好啊，好，嚟自我哋嘅神差結緣小曲俾大家，送俾大家。今日最好做多啲運動，呢個運動做得我哋身體好健康嘅。運沙，運沙，我曾扮豬差10回啊！哎呀，不知所蹤添。我不是最等花，我要花街之上，閃閃新光，我仲紅紅地㗎噃。
每人咧有一包禮物嘅，希望大家嗰啲屋面有2包嘅裏邊嚇，有兩個面喺裏邊嘅，希望係一個淮山面嚟嘅，非常之有益嘅嚇。咁我哋好多謝即係唔係你先生，葉我叫 Catherine 姓葉。李振光先生就先離開要去廣州開會啊，咁都感謝佢捐今日嘅禮物，咁多謝各位仲有個師兄都贊助咗嘅。好多謝啦，咁希望大家咧，我哋仲有一個節目咧，就係呢一個嘅4月24號，就係呢個高山劇場，全部老觀眾嘅，咁一個長劇一個楊家將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都可以去買飛嘅嚇。好啦，我哋呢度睇歡樂今宵啦，歡樂今宵再會，各位觀眾晚安，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多謝大家。嗰啲唱口咧，每人都有2份禮物嘅，嗰啲唱口幫人攞2份禮物。林老師。